冷氣機有異味，專人深層清洗，高壓除菌，即刻回復清新。冷氣機有異味的成因與影響。冷氣機臭味或異味通常源自內部霉菌、細菌滋生，長期不處理可能影響室內空氣質素，甚至危害健康。冼冷氣通提供專人深層清洗服務，用高壓除菌技術，快速恢復冷氣機清新空氣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冷氣異味為何需要專業深層清洗？日常的清潔難以完全消除冷氣臭味，只有專業的深層清洗與高壓除菌技術，才能徹底清除異味來源，讓室內空氣恢復清新健康狀態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實用技巧：自行減少冷氣機臭味的方法，定期清洗或更換爐網，避免灰塵累積。每月使用專業冷氣清潔劑清洗散熱片，保持室內通風良好，避免潮濕環境。若問題持續，聯絡專業公司進行深層清潔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冷氣異味常見問題 FAQ： 為何冷氣機會產生異味？通常是因內部濕氣導致細菌及霉菌滋生造成。冷氣異味可自行清理嗎？簡單異味可嘗試自行清理，但持續異味建議交由專業處理，多久需進行一次冷氣深層清洗。一般建議每半年至1年深層清洗一次。